一个往生查某的秘密。迄个查某死的时无艰苦，死甲真安宁，是一生无通嫌的查某的死法。甲伊倒伫眠床，困坦笑，目睭刻刻，表情平静，白头毛洗甲簌簌湿湿，袂输伫死前10分钟才洗好势。死者规个青白的面遐尼镇静，遐尼平和，遐尼放松，互人感觉是啥款甜蜜的灵魂带过迄个身躯。即个老灵魂所过的是啥款安宁的日子？即个时代的过身是偌尼轻松佮纯洁。跪伫床边是因后生含因查某囝，拢哭甲诚伤心。因后生是一个有坚定原则的地方法官，因查某囝马吉丽，人人叫伊尤拉里修女。自因囡仔时开始，伊就武装因严格的道德规矩，甲是因无软弱的信仰，无妥协的责任。当后生已经诚做法官，甲法律当作武器，打击软者的人一点仔都袂心软。查某囝因为受到即个朴素家庭的美德所影响，对查甫人怨切，甲已经诚做教会的新娘。因对家己的老爸所知无济，简单知影伊互因老母伤心，毋过毋知一切的细节。修女trotro牵迄个往生查某的手，若唱歌的手，若跪伫眠床的迄支大十字架遐白。伫长长身躯的迄边，另外迄支手看起来敢若要安安甲被单落条咧，被单要保留小可摇摇，记录着永久袂当进前的最后动作。几声轻轻的叩门，两个册开底扣的头打起来，是拄则去食暗的身躯转来啊！伊的面红记记，强尾喘无开，因为胃肠无爽快。迄是因为伊家己泡一杯厚加比兰布兰迪来啉，想要安尼来克服几暝来的疲劳和拄要开始的酒龄。伊看起来悲伤，迄是激出来的悲伤，因为死亡是身躯转折的机会。伊若惊我，若真专业安尼比一个十字架的手势讲，好啊，乖囡仔，搭我来陪恁度过最后这几点钟。毋过尤拉里修女忽然徛起来讲，感恩神父，毋过我和阮阿兄想要单独陪伴伊，这是阮最后看伊的机会。阮希望要做伙，简单阮三人。就若亲像细汉的时，阮和阮可怜的老母，因为悲伤和目屎的阻碍，互伊无法度搁讲落去。身躯越愈镇静，阿心行一个礼，心内底想伊的面床，讲：若安尼，就照恁的意思，乖囡仔。伊跪落来，比十字架，祈祷。了后就起身，点点行出去，喙若安尼念，伊是一个圣人。因单独留伫遐，迄个往生的查某含因两个囡仔，藏伫乌影中时钟的滴读声，会当清楚听到大草含树芽的甜味，对柔柔的月光透过开开的窗仔飘入来。除了偶然的甲巴声也换到的通破声，这块土地无听见其他的声息。一个无限的和平，一个神圣的忧郁，一种恬恬的安静，包围着这个往生的查某，敢若迄是伊窜出来的开底安大大自然本身。迄时，法官要是规日，伊的头拄伫被单。悲伤的哭声因为透过被单和毯仔改变声调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野因小妹顾下头向公哭插头，若像伫某顶发作得救紧，挽妹
搁哭哭阵安尼地嗨。耶稣啊，耶稣啊，妈妈，耶稣啊！因两人拢遭受悲伤的风暴，切开搁砸开，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落来。当因开始点点流目屎，若像海洋中大风雨过了的平静。一段长时间经过，因徛起来，看迄个往生的人。记忆啊，遐个遥远的记忆，昨昏还遐亲切，今仔日煞遐折磨。早着遐个袂记得的细节，搁来到因心内。遐个细项的亲密、熟悉的细节，互已经离开的人又搁活起来。因互相想起迄个已经袂搁含因讲话的老母的种种情况、话句、微笑含口气。因搁看到伊的欢喜含冷静，因想起伊讲过的话，含尾强调重要代志的时，伊迄手哪怕撇仔的小动作，答因爱伊，比演过搁较爱。因的悲伤是遐尼啊深，煞感觉到家己是偌尼啊孤单。消失去的是因的外壳，因的带路，因规个青春。因生命中上水的部分，因伫尾失去的是因生命的连结，因老母、因妈妈、因含祖先的牵连。当因变成孤独、虚微的人，因袂当搁回头看。修女对因兄哥讲：“你会记得过去妈妈总是读伊的旧批，因拢伫迄个拖仔呢。换咱来读遐个，下暗伫伊身边，咱来度过伊规个一生。这道哪行向十字架的路，哪认捌因老母，认捌咱祖先。遐个人以早咱拢毋捌，毋过因的批拢伫遐，伊常在讲起因，你会记得无？”为拖因摕出量约10个目甲好势好势，搁安排整齐的黄色小包。因甲遮个手尾面放伫床顶，拣其中一个，顶面写老爸。因甲拍开来读，这是老式家庭册道拖仔呢找到的，散发前世纪的气味的古早批信。第一封安尼开始：我亲爱的，搁一封，我美丽的小姑娘。其他的，我亲爱的囡仔，也是。我亲爱的查某囝，忽然修女开始大声念，互迄个往生的查某听会着伊全部的历史，一切伊的温柔记忆。法官手翘跪伫面床，哪伫听，目睭哪紧紧看老母。迄个恬恬无动的身躯，看起来敢若嘛真欢喜。有那日修女拍断家己的话。忽然讲，这个物应该对伊放伫网仔内，这个应该摕来做藏尸布，同齐含伊来做伙。伊搁摕了一包，顶面无写名，伊开始个坚定的声调读：我所爱慕的人，我爱你爱甲要起痟。昨昏以来，我一直受着足夭寿的折磨。互对你的思念所延迟，我感觉你的嘴唇拄我的嘴唇，你的目睭像我的目睭，你的胸坎搭我的胸坎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互我强买起痟。我双手摊开，我深深撕开，规身气狂想要搁揽你。我规个灵魂含身躯为你伫嗷叫，伫买爱你。含你烧浸的滋味，我甲保存伫喙面。法官已经徛停起来，修女无搁读，伊为伊的手中甲批抢过来，伫找签名。无签名，干搭伫爱慕你的人这个字下面，有写一个名，亨利。因老爸的名是lenny。若安尼，这毋是因老爸写的。后生遂搁紧紧抄迄包批，撒一封出来，
加读，无你的低迷甲疼惜，我无法度搁活落去。伊徛停停，袂输坐伫法官审判的位遐尼严肃，面无表情，直直看迄个往生的查某。修女嘛挺敢若一身雕像，目屎干目墘，紧紧看阿兄，安尼伫等。落尾，法官慢慢行过房间，来到窗仔边，徛伫遐看外口的暗暝。等伊搁越伸向幼娜里修女，伊的目睭已经大大，犹徛伫面床边，头壳咧咧。伊行向前，紧速甲遐个被撒起来，甲撇入去拖仔内，然后伊甲面床的挂历围好势。等天光的时，桌顶蜡烛的火已经熄熄，后生慢慢离开伊的交椅，无搁看老母。伊已经甲伊宣判，切断伊和后生甲查某囝中间的联系。伊慢慢讲：小妹，咱好通离开遮。